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昨天，小英总统到疾管署邀请辛苦的同仁参加今天的520总统就职大典，并送上台南最新推出的面面俱到台南好面，里面多达10种好吃的台南在地面条哦。是什么面条呢？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介绍吧。Hello， 市长。依婷好。好。市长，我们昨天呢，我们的台南好面面面俱到组啊，被总统当成礼物送给我们。大露脸。总统还说我们的台南面面俱到组是英雄面。对，总统啊，昨天去这个 CDC， 就是我们的疾病管制署，也就是这次防疫的大英雄啊，去看他们。你看啊，520就职，519总统去看这些防疫英雄，并且邀请他们来参加520就职，真的是非常重视他们。但是重视他们总是要送个礼嘛，两串子要去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总统就送他们一个大大的礼，什么礼？这是我们台南的好面，面面俱到，祝福他们防疫能够面面俱到。是。然后呢，在整个致辞的过程中，蔡总统又说，这个面是叫做英雄面啊，所以说你知道我们台南好面已经变得很有名喽，而且总统叫做英雄面喽。所以如果你是英雄的话，就来吃英雄面；如果你不是英雄的话，就没关系，我也不在意啊，不是这样讲的哈。所以英雄面开箱起来总共有哪些面呢？第一个，大内的酪梨子面，仁德的芦荟面，龙崎竹炭面是黑色的哦。对啊，白河的莲藕的藕香面，总统曾经推荐过的善化芝麻面，关田的菱角面，这红红的是什么呢？火龙果也可以做成面，火龙果也可以做面咯。盐水意面，盐水日晒意面啊，大家也看这老牌子啦，看到关庙面，对不对？关庙面大家都很有名啦。来，最后一个可神奇了。这样你猜这是什么面？黄色的。哇嘞，黄色就一定是像这个芒果一样嘛。芒果也可以做成面。佐证的芒果面是英雄，就吃英雄面。对，所以不是英雄，更要吃英雄面才能变英雄啊。是，所以要赶快去买我们的台南面面俱到组，是总统认证过的英雄面哦。不要迟到哦。对，不可以迟到。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20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关心议会定期会。目前咱台南市警察的防弹背心总共有1199领，但是伫个6月份将会报废1000多领，到时阵就剩无到150领。议员里面就甲林美燕的指出，中央采购防弹背心，拢一直拖，互基层的员警拢爱公家穿防弹衣，真正是又阁臭又阁心酸，呼吁爱赶紧补足装备，避免悲剧搁再发生。根据了解，全大台南一直以来有14组伫交通重要路口的固定测速翕相，去年才加增加3组。不过议员李克伟却相当质疑，其中哪有加增加设置鲜花装卡，根本无啥人出入的路口。质疑警察局正式的标准到底安那评估，要求符合效益，嘛避免造成民怨。比如说比较乡下的根本也无啥物款车辆的。那阮阿嘛是咧整这个测速的这个照相的。包括伊做安尼啦就是咱台南市咱的测速照相的机组是6组内底咱上少的，咱加上迄个去年增设3组咱刚才17组尔。高雄市台南区的17组测速。就是说整个台南市那个测速照相的机组才17组我们旁边的高雄市217组，那台中市的话是85组。另外，议员林美燕会长嘛针对警政署伫103年所统一采购的防弹背心，伫去年底已经到期，分配采购的个验收无过，互警察交代爱几啊个公家穿一领。议员批评，敢讲拢无甲中央积极争取，
讲到防弹衣真正是个吵个心酸，要求警察局硬起来。我们要求是每一个人1人1件嘛。我很珍惜我们看到的防弹背心变得做者人共用1件。你看，尤其像是夏天到了呢，防弹背心穿在身上，伊敢无法度，我今仔日穿咱的衫，我穿我摕来洗，更无法度洗。你穿过，我穿过，一直累积下来。还有了防疫期间怎么去防疫呀？我们都要讲说要有安全距离的，我们不可以随便拿人当做我连握手都不能握手，他甚至可以共用。局长，已经5月份了，5月份了，你难道在中央你没有积极跟他讲吗？目前有1155件左右哈，那几乎是10个人里面有6件了哈，那就是说，那我们因为对防弹背心本身来讲有内衬，那内衬的话就是说，我们2个人共用1件，那这个我回去，我现在值班，我这段时间我休息，我就带回家去洗。我们警察局也有帮他们全部洗过1次，然后现在其实那个自己清洗或是分局会帮忙清洗都没有问题。警方对外新制服到现在防弹衣不足，其实拢互记者关键有话要讲，只好透过面带徛出来替因发声。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检举达人苏太太伫台南各地引起纷争，已经有几啊冬。议员李启伟除了关心苏太太的状况以外，嘛要求警察局针对上过离谱的检举达人，一定要有处理的标准流程。对此，警察局长周耀伟表示，对着检举达人的举法，因会严格审查，目前成案的比例大约是4:3。上午伫警察局的业务报告，这议员纷纷关心专门去违规车辆的检举达人，因为因除了互这收到罚单的民众起价，甚至连议员家己1个月为了赶摊嘛收到袂少红单。不过因为确实违规嘛只好吞咧。会中议员李启伟就要求局长针对较超过上过分的检举达人，一定要处理。某人顶前议员罗坤豪讲，1分钟被开6张单，要求一定要实名制。我甲你讲，恁做局长，做甲副局长吼，起码拢无啥效果啊。你敢知影？迄1分钟甲开6张单啦，即马一个去讲，啊，恁开1分钟甲开6张单，啊，这检举达人步入来啊，1分钟违规6张啦，佮安尼车咧。安尼开啦。其实检举达人成案率大概只有43%，因为我们在审查，他如果说构成要件不符合的、时间地点不同的、不吻合的，还是说这个时间超过7天的，这个我们都不会给他算进来。所以我们审查进来大概只有3%到5%会成功，检举会成功，我们删掉一大半。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条，民众依法会当检举交通违规。不过，警察局长嘛强调，因一定会严格审查以后才会受理，嘛请民众守法，就唔惊被开单。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经过多年的筹备，台南市政府第1本防灾影响的专册正式出刊。在新册发表会当中，市长除了肯定24位点点付出的防灾英雄，嘛期待因的善行会当鼓励更较侪人来投入灾害防救。伫台南各区拢侪点点付出协助推动防灾救灾人，因并不是消防人员，却是愿意保守奉献，因被称作防灾英雄。市府除了将因的心路历程写成专册。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到发表会，并且以防灾盾牌以献予24位防灾英雄，嘛借此凸显市府对着防灾甲市民身家财产安全的重视。我们台南市创全国之先，把这些防灾英雄以及他们的事迹集结成专书来，这个出版，让市民朋友们，还有让许多这个我们防灾界的朋友们都能了解他们的事迹。其实我们说真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个只有明天跟意外我们不知道什么先到所以说既然有人有旦夕祸福，我们都需要防灾
那事前做好准备，灾害就会减少。但是万一灾害来了，我们还是需要许多人挺身而出，不管是水灾，不管是火灾，不管是急难救助，不管是这个民众碰到了紧急医疗的需求，其实都有这么多防灾英雄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或者在不属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见义勇为，挺身而出。这点是要代表市民朋友们跟他们致上致敬、致谢。据了解，今年拄好是市府灾害防救办公室成立满9周年，所以透过专册发表甲经验的分享，希望唤起更加侪民间的力量，共同投入社区灾害防救。88风灾战到最后一刻，每一天到了深夜，我拢也搁伫工作，所以让我感触非常深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大的一个灾害。那这中间其实我对上级长官，还有灾防办甚至于我们的里长各局处的这些长官们，还有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防灾的志工，大家一起努力，大家让合作，把咱的防灾救灾做得到位。其实红雨也让徛在巨人的肩膀上，确实都是这一些。我们的工作伙伴，大家一起的努力。但是率先全国成立灾害防救办公室以后，中央业务的评比甲灾害防救的演示等等，拢核选特优。上局表示，未来持续结合地方的资源，建立完善的防灾网络。台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降低武汉肺炎感染的风险，基比医学中心日前特别建立防疫2.0优化版。民众只要透过防疫检测的一条通道，就当完成问诊、X 光、肺炎的采验以及挂号、领药等等作业。基比医学中心急诊医学部部长许建新表示，防疫站概念主要是为 SARS 经验规划。后来对着新冠肺炎愈来愈了解，发现大部分的病人以轻症为主，因此参考国内外经验，特别设计防疫站2点0的检测服务，让病人甲工作人员分道，避免接触感染。一开始我们规划是用 SARS 的经验来规划然后后来我们对于这个疾病越来越了解那这些病人大部分都轻症为主，所以呢，我们有参考国内外的大家的一些做法那我们主要有三个观念，就是一个是得来速，第二个是人车分道的概念第三个是 no touch。所以我们把这个三个要素融合在一起，那我们就设计我们的防疫站2.0那最重要目的就是在保护同仁的安全之下那我们同仁包括医师。放射师还有护理师，我们都可以轻装，着着简便的防疫的装备就可以了，不需要戴 N95，也不需要防护衣。那这样子保护同仁的情况下，那我们也可以减少防疫物资的消耗。毕竟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抗战那我们这样子来做，第一个会加速流程，那第二个是可以减少防疫物资的消耗。为了防疫站2点0，不但会让保护医护人员甲病人的安全，而且包含医师、放射师甲护理师等。只要轻装防护就会使，除了减少防疫物资的消耗，另外嘛当加速看诊甲采样的流程。台南新闻林英根、张硕伟采访报道。听关节马上转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办屋税5月开征，不过这届受到疫情的影响，市府提出延期缴纳以及分期的方案。民众只要是因为疫情造成经济困难，或者是被隔离等等，
提出相关的证明，就会当办理研究或者分期。房屋税伫咧5月开征，缴税期限是咧5月底。不过因为拄着假日，是会顺延到6月1号，超过期限将会被加征滞纳金。不过为了方便民众缴税，市府嘛推出真侪缴税管道，方便大家采用。那因为我们现在异化的时代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缴纳的方式，我们可以到地方税网络作业网站可以查缴税，另外后面可以在便利商店的多媒体事务机上可以查缴税，或者是用手机我们可以扫描 QR code。或者下载像台湾Pay等等之类的行动支付 APP， 都是可以缴税的方式。当然哦，我们还有一些传统的方式可以缴税，像便利商店啊，2万块，或是长期约定、语音、金融机构到银行去啊，但是就是邮局不代收，或是用 ATM 等等，都是现在缴税的方式哦，非常多。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期限内，记得6月1号之前一定要去纳今年109年的房屋税。因应疫情，市府财税局嘛提出延缴以及分期的方案，市民只要提出相关证明，就会当来申请。而且这项大型服务不只是对着一般的民众，其实对着饭店业者以及工厂也同款，拢有相关的解决方案。就是希望会当甲大家三庭做伙，共同来面对疫情。很多人可能因为受疫情影响，导致减班啊，或是没有办法工作，所以我们针对109年的房屋税的话。我们有提出了延期、分期缴纳的方式。那我们延期的话，最长时间就是1年；那分期的话，可以分36，每个月1期的哈。那最长可以分36期，就是分期可以3年。那对象就是这些受疫情影响者，那你本身有缴纳困难，那我们只要在缴纳期限正常，我们就是在6月1号之前，那你可以来我们各分局来申请。那你减负的资料的话，像我们这样失业、减薪。或是减班证明等等，那当然也有其他相关的证明，你就可以，我们这边只要说你可以写出你的相关的情，就是一些说明书之类的，我们这边都会从宽、从速、从简来核定。饭店业者的话，我们跟观光旅游局合作，协助他们提出房屋税使用期限变更，就是说就他们没有使用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的税率从3%将营业用降到2%，那这样实质的降幅又到30%。另外，为了鼓励民众爱多多使用云端发票，除了有不少专属的奖项，为今年开始经增加500块项目，总共50万组，总奖金高达2亿9500多万。民众就要好好把握，有任何税务问题，买当拨卡080000000321免费电话来查询。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湾经济起飞年代非常时行定做西装，不过伫个生意开始流行以后，就较少人开钱留心定做西装，所以定做西装的产业渐渐没落。业者毋是转型，就是老师傅退休，无人要学。透过报道，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个就是角笑啊，这就是算咧画迄个九十度的迄种角笑，这个就是迄个弯笑。对，弯笑就是讲，咱碰咱的内体大腿啊，甲这个边啊，会像咧唱的弯刀，拢爱用这弯笑画出来，对啊。这个咧麻笑，这就是一支三笑，这碰咧量长度啦，看你偌长啊，一支这一支三笑就是1麻啦，这阮叫做麻笑。将是苏福生食饭的工具，伊对十岁学师仔打拼到家己开店做头家，今年已经72岁，依然伫传统西服领域。虽然已经退休，不过有一半人客唔甘伊的好手艺收起来，也是会高正伊来定做。苏福生回想，对民国60年开始，西装、西裤、写字的定做，上请领一天得当因200-300领，无闲甲袂当食饭。上好的时机就是讲民国伫迄60-70年，70年代迄种的，事实讲，大家都若要过年有无？一寡迄个大家嘛出来做一撮衫裤，通去过年嘛。具体的时机会遐好，就是拢安尼。迄阵咱拢经济开始咧起飞，着同行业嘛拢足好啊。因为咱像咱家己厝里的工场，拢嘛大家拢找手工灯来做，到迄个时阵时机上好。阵迄真正讲拢会使讲武甲无用，通好开钱。阮一个月平均一日，含迄一个月人都无爱休困，迄一个月真正公会甲你规定讲，恁一个就爱休困7日，若无休困的时候，到尾也讲要甲你罚钱。大家人客要来找你的时候，拢嘛偷开细门，开飞机要引啦。
搁有生意大家毋趁，安尼所以种时机足好。毋过嘛，因为春秋港定做，敢若工钱大办痛苦，你加上买变得较方便、较俗、较紧，所以做人愈来愈少，连带无人要学，师傅已经出现短暂，嘛互老师傅无奈，对着产业的无路相当无感。无路都无法度，这嘛算时机行到尾啊，就是安尼啦。一般人像咱台湾的即摆一寡迄款手工业的，拢差不多钟表的啦、批的啦，这一寡这类物件。拢无去啊！恁即个物件差不多到尾拢就是拢爱差不多大量生产的迄种较活动人的生存。传统产业行到现在，对文化角度来讲，会晓规套的师傅只剩10外个，半加工做的嘛只剩50桶个。时代潮流嘛，互这度毋是转型，就是淘汰。今日新闻阮及林根采访报道。因应即届肺炎疫情，安平图书馆特别设立一台紫外线除菌机，互民众伫照册了后会当做消毒。每一届会当消毒3本册，而且只要30秒，要互民众安心读册。现在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来扩大，互侪民众拢无愿意到公共场所。但根据台南市立图书馆的调查，现在虽然教馆内的人数有减少，但借阅率有非常明显的增加。对此，为了提供来照册民众安心，台南安平图书馆也特别设立了一台紫外线除菌机。民众照册了后，会使用自助式的方式来进行消毒。一天会使消毒3本册，只需要30秒，就会使将册子的内面到外口拢整理清气，让民众安心来阅读。很感谢我们南市图特别捐赠我们这一台杀菌机，也是为了因应这次疫情的严重性让我们读者可以拿书来杀菌，安心的带回家阅读。因为以前就有读者在反映说，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购置一台杀菌机？还好这次真的有获得一台，让读者能用得安心，阅读更安心。因为使用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有家长亲自使用了后，也感觉非常的好用。互小朋友伫外头的时阵更加安心。咳嗽啦，然后万一打喷嚏啦，或是吃东西沾到都会。小孩子比较不会去注意这些，杀菌消消会比较 OK 因为毕竟有做很多一层那个保护啊。安平图书馆为了提供民众安心阅读的环境，也加强了相关的防疫措施。区长赖清祖嘛呼吁民众爱做好自我的防护，并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才会使有效来防止疫情来扩大。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侪分有是乌阴顺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29度，落雨的几率有8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5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